各位亲爱兄弟，感谢大家久长以来对台文世界的支持。即马台文世界有一个新的节目，拍算伫每一个月拢有一篇全罗的文章。今仔日是第2篇，作者高家辉小姐所写的《阮可怜的小妹》。我是独生仔，是还未娶某的人。家己一个人对台南到高雄拍拼，虽讲辛苦，毋过嘛是家己的决定。我厝呢有一个小妹，阿爸甲阿母干那生阮2个囡仔尔。自细汉，我甲小妹的感情就足好的，伊嘛真乖真优秀。读高中的时阵，拢考头名，得到袂少的奖金，嘛甲一寡钱交互爸母。毋过有一件足悲惨的代志，伫伊高中肽业无偌久的时发生的。伊伫高中读册的时阵，交到一个男朋友，讲偌爱伊，拄偌爱伊。我才无得甲伊信斗咧，因为伊害死阮小妹。这讲起来就伤心，就是伊高中熟识一个大伊5岁的查甫人，迄个人高中肽业就咧食头路啊。伊是伫乌倒摆店做乌手的，人办阁算会使的，毋过爱食薰。因2个是安怎熟识的呢？讲起来，阁是一个故事啊。有一天，阮小妹陪伊的学长去修理乌倒摆，迄间乌倒摆仔店的头家甲迄个学长的老爸有熟识，是朋友，所以若是乌倒摆仔有问题，拢会找迄间店修理。就伫迄天，新来的乌手的看到阮小妹，怎啊煞着？伊感觉阮小妹生做真水，有青春少女的气质。乌手的目睭拢无离开伊的身躯，一直伫甲想。这是阮小妹伊在生的时甲我讲的。想到这，我强要哭出来啊！伊是我上爱的小妹，毋过真少年就离开即个世间啊。小妹甲我讲，对迄天乌手的甲伊讨电话了后，就定定约伊出来。伊学了小妹真水，阁真巧，而且不时讲甜蜜的话，阁送小妹爱的物件。即种追求的方式，倒一个少女袂感觉担心？当然嘛是挡袂牢，就含伊做伙啊。当初小妹陪伊去修理乌倒摆仔店的学长咧，当然嘛是伫介意阮小妹，毋过伊的爱还袂讲出来，就互迄个查甫人抢去啊。真可惜，迄个学长阿罗人办真好，生做真缘投，阁真路。本底伊甲阮小妹伫牵，煞互迄个乌手的破坏。阁来讲到阮小妹阿芳是安怎翘起的。伊伫高三肽业，差不多10天，伫迄天含伊男朋友阿发出去，含人相弄一个阿芳怎飞出去，阁互一台鲁巴库的货车搞着。即声惨啊！无死嘛稳死啊！迄天出代志，阿发真紧张，已经敲电话叫人甲伊送去病院，尾仔嘛是救袂转来。我会记得阮小妹阿芳头七迄天，阮阿爸甲阿母是哭甲目屎流目屎滴。
真正足伤心，想袂到伊安尼就死去啊！一个青春少女的性命，就安尼无去啊！尾仔阿发嘛因为即件代志，互掠去关啊！